此后2022年9月初4，撒个教会主日礼拜，咱做伙来听读上帝话记载伫圣经约书亚记21章41节到45节。利未人对以色列的家业拢总分着48座城镇，甲因附近的草埔。这城镇周围拢有草埔，逐个城镇拢是安尼。上主照伊以前对以色列人的列祖立誓应允的，将全地交互因，因就得到这个地做家业，在遐徛起。上主照伊对因的列祖立誓应允的，赏赐因四境平安，无一个对敌会当对抗因。上主将因的对敌拢交伫因的手。上主对以色列家所有的祝福，无一句落空，拢有实现。以上，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一般的工地伫开工的时会做奠基仪式，完成的时也会做落成的仪式。未信者通常用拜拜来做开始，甲完成。若是信主的人，咱头尾拢做感恩礼拜来庆祝甲纪念。这个工事的进行到日完成，拢有上帝在保守甲看顾。上帝呼召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来到迦南地，这个所在是上帝应允要赏赐予亚伯拉罕甲伊的子孙。这个应允经过以撒、雅各，到伫伊400年后的子孙，通过摩西、约书亚，才得到实现。这是真漫长的等待，经过一代过一代的传述，落尾才得到完成，实在是真无简单的应允甲实现。伫今早起，咱做伙读约书亚记21章到22章，就是为着这段应允的实现做最后的收尾。大先，咱来看分段。头一段21章第1节到42节，这咧讲利未人所本着的城镇。利未人是雅各12个囝中间利未的子孙。雅各捌有言，将西面甲利未分散伫因的兄弟中间。西面支族所得到的地，伫犹大境内。若是利未人是四散伫全迦南地以色列12支族的境内，因总共分着48座城，差不多每一个支派大约出4座城镇，互利未支族的人徛起。48座城的中间有6座称作是避难城、逃闪城，这咱伫以前有讲过。上帝对利未人的中间竞选阿伦甲伊的子孙担任祭司的全职。若是其他的利未人协助祭司处理献祭、甲敬拜服侍的事务，所以利未人也就是全职的神职人员。上帝诚侪因的产业，因无分着属伫因的土地做家业，是分散伫迦南地境内，10支族分互因的城镇，甲因做伙徛起。全体以色列百姓也有义务爱照顾供给利未人的生活需要。
利未人通就近来教示以色列人摩西律法甲上帝的话语。当然，利未人所住的城，也毋单单是利未人住伫遐，也通容忍其他的以色列甲人甲因做伙住。利未支族分做三大宗族，是利未的囝哥哈、吉顺、米拉利的子孙。大省即个哥哈的宗族所本着的城记载伫21章99、26节，其中祭司阿伦的家族也属伫哥哈宗族，有分着13座的城镇。其他哥哈宗族的族亲分着10座城。咱通注意的是，祭司阿伦的后代所分着的城镇，有包括犹大地的希伯伦甲底璧。前咱有讲过，希伯伦甲底璧是迦勒的家产。迦勒带领伊的子弟兵打败大汉人阿拉族，对因的手占领得到这个所在的家产。希伯伦也是6座避难城中间的一座，可见伊的位置甲地理属灵意义拢是非常的要紧。迦勒愿意将城捐献予利未人来住，因家己干那住伫城郊的田园甲庄舍，这实在是腹肠真阔，真有度量。第二是吉顺的宗族，伫21章27到33节，因有分着13座的城镇。第三，米拉利宗族21章34节到40节，因有分着12座的城镇。加加斗斗，利未人总共分着48座的城镇，甲附近的草埔做因的家业。当利未人也分着家业以后，整个的以色列人就拢得到家业，也完成上帝的应允甲使命。第二段是21章43节到45节，这所在是上帝实现伊的应允。这段的经节就好亲像人咧看戏，看戏上界精彩的戏，往往是完结篇，看结局是到底安怎收尾。45节是金句，咱通家画起来。上主对以色列家所话祝福，无一句落空，拢有实现。上主对以色列家所话祝福，无一句落空，拢有实现。第三段是两个半支族因迎归新故乡，22章1节到9节。占领迦南地的战役结束，各支族分配产业的作业也已经完成。约书亚就祝福，佮差遣也分战利品予路边人、迦得人、佮马拉西半支族的人。这个战士欢欢喜喜、平安倒转去到伫约旦河东岸因的产业地。第四段是22章第10节到34节，伫约旦河东岸河边起这段。路边迦得甲马拉西半支族的人，因倒转去了后，因伫约旦河东岸的河边，伫遐起做一座大搁险目的祭坛。这代志引起
约旦河两边的以色列人之间真大的紧张，蔡孙仔就变成做是分裂甲内战。约书亚处理的方式是先派一寡头人去做了解沟通，后来知影是误会，就化解无必要的冲突甲对立，互即个事件会当圆满落幕。即个这段东方的人讲毋是为着要来献祭，嘛毋是会做拜偶像的路用，伊较成是纪念碑，提醒虽然约旦河甲因分做东西岸，毋过因犹原是共一个民族，是共一个敬拜主上帝的上帝选民，这永远不变。这段就称作是见证的段。约书亚记21章到22章，咱通对这学习到甚物？头一个伫这所在咧讲，着照顾全职的教会工作者，着照顾全职的教会工作者。约书亚伫分配互以色列逐支族土地产业以后，最后就是对各支族的土地拨出48座的城镇甲附近的草埔，互祭司以及利未人徛起。当然，祭司甲利未人也着负起担任全职神职人员的圣工，无论是献祭，也是带领协助敬拜服侍，甲教育以色列百姓认捌上帝，甲摩西律法等等这职务。若是用今仔日的教会来讲，教会全职人员大概就是牧师、传道师，为教会比较有规模的检采，还佫有干事、工友，也是其他的服侍全职人员，因甲因的家庭应该爱受到照顾较好的款待，就好亲像是以色列人甲利未人的关系是互助互惠的原则。感谢主，咱台湾基督长教会这30年左右，咱有团福会的制度甲条例，也有总会教育法规的规范，保障教会甲牧者相平的关系。这互做牧者的，无论伫在职牧会，也是退休的生活，拢会当有一个起码福利甲保障。这也是学习甲落实以色列人安怎照顾好款待伫祭司以及利未人的精神。加入甲因的亲族比其他的以色列人佫较无共的是，因将因家己苦战大汉人阿拉祖所得到的城，希伯伦甲底璧提供互祭司阿伦的后代，也甲因做伙住。而且是互祭司的家族住伫城镇内面，因甘愿住伫城郊的庄舍。即款的疼是生存的疼，是无私的疼，互人真好的笑脸甲感动。第二，上主的应允祝福拢的确会实现，上主的应允祝福拢会实现。咱要过一摆来读约书亚记21章43节到45节。安尼，上主照伊以前对以色列人的列祖立誓应允的，将全地交互因，因就得到即个地做基业，在遐徛起。上主照伊对因的列祖立誓应允的，赏赐因四境平安，无一个对敌会当对抗因，
上主将因的对敌拢交伫因的手。上主对以色列家所有的祝福，无一句落空，拢有实现。当咱读完这段短短的经文，咱的心内敢有哇一声赞叹上帝的奇妙甲伟大？对亚伯拉罕到摩西、约书亚的时代，经过400-500冬，上帝应允祝福完完全全实现。咱人在生家家会当照顾咱的囝、咱的孙就已经袂歹。毋过上帝信守伊甲以色列列祖所立的约，看顾因到伫行行顺顺，这是偌大的疼痛甲恩典。新约天使加比列甲主的老母玛利亚讲，因为上帝无一项代志做袂到，因为上帝无一项代志做袂到。路加福音第1章37节。伫顶礼拜，我伫礼拜前生活队练习要刷时，我有讲一段家己的见证。我讲伫今年家己决定要满油的时，小人刷2礼拜的拜日，拢伫田园看着空，心肝头会重担，就完全交托互上帝。确实，上帝听也帮助我度过这个大风影。等我油满完未了，我会将这段的见证写落来。因为较长，所以就无占时间伫遮详细讲。总讲就是，咱爱相信上帝，爱信靠上帝，因为上帝所应允的祝福，毋但实现伫以色列人的身上，也会实现伫所有信靠伊的人的身上。第三，诚意的交通有时阵会当化解误会。诚意的交通有时阵会当化解误会。约书亚记22章讲，约书亚怎样化解一场的误会危机？面对一场以色列人的分裂甲内战，原底约书亚甲约旦河西岸以色列人欢喜喜送别，甲因同生同死共患难的同伴的这个战士同胞，互因迎归故乡。无拍算，无偌久就听到一个真严重的消息：路边人、加得人、甲马西半支族的人，因转去东岸，竟然踮遐去做一座大阁险目的祭坛。毋管因用这祭坛是要献祭互上帝，还是讲会拜偶像，这个祭坛的存在破坏东西岸民族的团结，以及信仰的纯正有这个义律。若无趁早制止，恐惊上帝也会大受气伫整个以色列民族，连伊因也会受到上帝的大刑罚。约书亚采取的方法，并毋是一开始就这个兴师问罪派兵去，伊是派一些高层的团队，由大祭司的囝菲尼哈做团长，带领10个支族的最高领袖，组成访问团去做访问甲调查。因了解代志的来龙去脉，知影东岸的人因去祭坛，并毋是为着要献祭，只是要诚侪彼此的证据，毋通互约旦河诚侪阻碍东西岸团结合一地理的分界。菲尼哈甲伊的代表团真满意这个答复甲结果，就倒转去西岸做回复报告。
以色列人也拢真满意即个调查报告。这也教示咱，有时阵有诶代志，除了无真深入研究调查做全盘了解，若假使无好诶沟通、充分诶对谈、理解，就容易产生冲突甲纷争。总是透过理解会变成做谅解，有时阵也会得到和解。死结变做和解，就会当有好诶转机以及结果。约书亚是一个真优秀诶领袖，伊诶智慧、伊诶度量，成做以色列人诶大福气。这也通值得咱来学习。愿咱也会当疼惜照顾上帝教会诶牧者，也信靠上帝对咱诶应允祝福，的确会实现。伫拄着冲突甲纷争诶时，也用信仰甲智慧，尽量化解彼此诶心结，互好事得到圆满，荣光归伫上帝。咱做伙来祈祷。主啊，爸爸上帝，感谢你，互阮伫即个圣经约书亚记21章到22章所读到，无论是以色列人因将因诶城镇甲土地拨一撮仔互祭司利未人来徛起，阮看见即款兄弟相听也透过安尼，互利未人也通来将上帝你诶话语甲摩西律法教示因。主啊嘛看见特别是家里伊安尼将家己辛辛苦苦所得到诶希伯伦甲底片也奉献诚侪祭司家族诶家业。这嘛，互阮相当诶感动。愿你也帮赞，互阮也有即种诶宽阔诶心甲腹肠。愿阮也伫拄着人甲人也是即个冲突诶中间，也会当先全盘做了解彼此有一个好诶沟通，也毋望无必要诶误会也通得到化解，也会当彼此拢诚侪是即个好诶关系甲祝福，互阮伫人生诶中间也当做伙荣光上帝你诶名。阮安尼祈祷，靠耶稣诶名，阿们。上帝会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诶，就照伊所运行伫咱诶权能。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代代无煞。阿们。